好多時，我哋以為自己只不過係茫茫人海中嘅一個小點，默默無聞。特別係當我哋讀到民數記裏面，神點數以色列人嘅時候，可能會有啲疑惑，究竟呢個舉動背後有啲乜嘢深刻嘅意義呢？聖經話，凡20歲以外能出去打仗的，你和亞倫要照他們的軍隊數點。民數記1章3節。但係呢句說話並唔係單純嘅人口統計，佢更深層嘅意義係神親自認識同認可每一個生命。佢數點你，係因為佢對你有獨特嘅計劃，有美好嘅目的，而且更重要嘅係，佢對你充滿住無盡嘅愛同關懷。喺神嘅眼中，你從來都唔係一個冰冷或者隨意嘅數字，你係被佢精心創造，被佢所寶愛，你嘅名字早已被刻喺佢嘅掌上，永不磨滅。每一次嘅數點，都係佢對你一份最深切嘅眷顧，一份無可取代嘅重視。願你今日都能夠深刻感受到呢份無條件嘅愛，並且活出被神數點嘅獨一無二嘅生命價值。